相思落叶曲一片，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伤痕累累。我用痴情绑自己，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搁爱你，徛在雨中出汗家己。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。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当然，假使讲彬彬若出面，一定会当洗清家姐嫌疑。毋过若是安尼，彬彬就逃袂过刑责啊。小阿伯，我是彬彬的兄哥，我对伊阁算真了解。按伊互恁的迄几张批看来，伊袂阁再逃避啊。彬彬，伊最近的个性有180度的转变，做代志想要安怎做就安怎做，从来毋捌甲阮参详啊。拄则秀秀打电话来，甲爷姆讲，彬彬，甲你妈妈留予伊的金破链，嘛寄还我秀秀啊。这更加证实彬彬按算用英雄式的做法来面对一切，伊的目的就是要救家姐。家姐是我的后生，彬彬嘛是我的后生，我绝对袂去委托一个。假使真正是彬彬为着救家姐去打做，我嘛无愿意。叶阿伯，你一直拢甲彬彬当作是囡仔，无去注意到伊的成长。事实上，伊已经大汉啦，而且比我所想的搁较捌代志。假使讲我判断也无毋对，伊就是为着要报答叶阿伯甲叶阿姆请用伊15年的恩情，所以才会下定决心。伊留落来迄几张批，就是代表向大家告别的遗书。东东，我请你救彬彬，伊是我的后生，我无希望伊受到任何的伤害。叶阿姆，彬彬是我的亲小弟，我嘛是足想要救伊啊。我即马烦恼的，毋是讲彬彬去投案，我是惊伊一时若想袂开，伊徛倒来实在是伤惊人啊。恁创啥？啊？无诶。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因讲杀人的是彬彬啊！这哪有可能啊？因讲哦，只要找到凶器，就用个证明彬彬是杀人的凶手啊！哎呀，难道哪会有啥物凶器啦？多谢恁的配合，我来走啊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哥，你坐好。
啥物？你啥物拢莫问啊！等下你就会当出去啊。无的确，爸爸妈妈已经咧外口等你啊。你咧？我的代志你莫管啊。我家姐，我是毋是恁哥哥？嗯那安尼，你是毋是爱听哥哥的话？嗯，转去了后，好好啊读书，加找时间陪阿嬷，对爸爸妈妈爱友好。若是阿嬷问到我，你就讲我去台南的工厂缀阿舅去做事啦。我袂，人是我杀的，甲你无啥物关系。家姐，法律是讲证据的，凶刀是伫咧我房间内底敲到的，因敢若会相信我讲的话。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咱两个兄弟啊，不管是啥物人做唔对，一定要有一个人留踮咧厝。你还阁细汉，你无法度食苦，你才应该转去，阿嬷需要你，我会当照顾我家己。我嘛会用的。你莫甲我钱，警察已经问过我的口径啊，除了安尼做，无其他的安排是更较好的，无法度改变啦。你踮遮嘛无路用啦。你走了。家姐，转去以后爱学好，将来考一个好的高中，了后考到大学。以后莫阁食薰啊，莫互妈伤心，好无？哥，我以前对不起你。你走了，莫阁讲这个废话啊！哥，你保重。爱会记的，逐工暗时拢爱去替阿嬷抓哩。好，老太太安静休困一下。多谢。袂啦。喂，苗玲啊，妈是安怎？医生讲，妈是因为情绪伤过激动，才会昏倒。只要互伊加休困，冷静落来就好啊。安尼你就留伫厝里照顾妈。好，再见。喂，我是。哦，陈律师啊，安怎？家姐敢有消息？啥物？家姐已经放出来啊？入来。好好，家姐已经回来啊，多谢啊。爸，这啦，敢有看到恁兄哥？爸，哥无太老，哥无做啦。我知影，爸爸一定会请律师，量早替恁哥哥洗清冤枉。爸，我要回去看阿嬷。阿嬷破病，唔通甲伊讲彬彬的代志。家姐，你回来啊？阿嬷，你卡瘦，伊是毋是无互你食好，无互你困好，对无？月亮，紧去替家姐煮一碗猪脚面线，先线加起几块仔猪肝。家姐，小等来我房间。家姐，阿嬷问你，恁哥是毋是去互关入去，因才放你出来？
啊？无啊，佮也无犯罪啊，是安怎会去互关的？玲珑就爱骗阿嬷，真实的，佮个大兄是法官，伊甲我报出来。那安尼是安怎？彬彬无对你做伙转来，伊讲伊要去台南的工厂对因阿舅去做事。一听就知影你咧讲白菜。因伫咧彬彬的房间抄着凶刀，彬彬已经去互警察抓走啊！哼，你就是阿嬷老甲无路用啊！出去啊！恁妈妈咧等你啊！家姐，以后莫搁食，莫互妈伤心啊，好无？家姐，恁两个人谁食薰？彬彬，你食薰哦？唔是我啦，你就是无老实，书唔好好读，大学考袂掉，你阁会晓食薰？妈，这的物件倒位来？我这个来达是去年恁爸放去的，原来是要偷摕去。我以后袂阁食薰啊！你自细汉到今啊，不管安怎吵，安怎闹，甚至大汉了后，不管你阁安怎无听话，我连一下都不敢甲你拍。假使我细汉的时阵做唔到代志，妈拍我。骂我，改正我，我都袂学到这么歹啊！妈无想要用拍，用骂的方式来教育你，妈只是希望用爱心来感化你，来教你。妈，我做唔到啊！家姐，家姐，口边加减吹，生活较苦也是假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骗
是妈妈。爸爸跟我对恁并无尽偌济力量，只是甲恁生落来。真正互恁一世人袂晓放袂记的，是恁即摆的阿公、阿嬷、甲爸爸妈妈。因甲恁请养，恁才会长大成人。恁来答应我，即摆做一个乖囡仔，大汉了后做一个有路用的人，友好恁的四大人，报答因的恩情。不管恁伫倒位，心内唔通袂记你，爸爸妈妈永远惦惦啊倒伫遮，等你看恁一个一个大汉，一个一个变做社会上有路用的人。想想，人拢会大汉，恁大汉了后，嘛会结婚生囝，兄弟姊妹搁再斗阵，无得靠就困难啊。也毋过，恁会用单独带着恁的囝儿4岁，到我甲恁爸爸的墓前，甲恁的囡仔讲。遮有2个人，几十年前是一对恩爱的赛车翁仔某，靠卖水果、送牛奶、送报纸，饲5个囡仔，因就是恁的阿公阿妈，或者是外公外妈。阿公。秀秀啊，医病打电话来啊，你要听无？喂，医病啊，秀秀为着彬彬的代志哦，心情足歹啦。安尼啦，等过2天啊，伊较平静啊，我再搁叫伊打电话给你。彬彬到底是安怎？杀人嫌疑犯啊！去互关起来啊！大兄，你是法官呢，哪会唔救彬彬呢？因为彬彬是我的亲小弟，我更加袂当插手。将来日法庭上，我一定要回避。东东啊，你真无出团。大哥阿姐，你莫遐尔生气啦！你莫讲话。安怎？希望是安怎？无你的代志，我咧甲东东讲话。我问你，你咧闪撇声？好人歹人，你应该分得清楚啊！你是法官，你甲恁小弟彬彬放出来，甲歹人刣死，什么代志毋着拢解决啊？东东，你莫听恁大哥阿姐的，无要听谁的啊？你哦，戏伴伤多啊啦！你掠准凊彩抓一支刀，人会着去杀人啊！拢什么时代啊？真害！哎呀，我捌的比你较多啦。亲像东东这款的人做法官哦，伤过人治啊啦。东东，你也会记的，伫咧乱世都爱用重刑，尤其是即马，咱袂用个冤枉好人，也毋过嘛袂当放过歹人啊。今仔日恁小弟是去用冤枉的，你咧闪撇啥？哈？你敢忍心看伊去坐监去受苦？你是爷兄呢？你敢真正会当忍心？尤其是今仔日你坐伫这间厝内啊，东东，你是踮伫这间厝内大汉呢？会记得你出世的时阵，恁爸爸对你比对秀秀较好啊。生秀秀的时阵是食暗糜啊，
生你的时阵，迄只牛灵粉啊，东东，你敢知影为什么啊？恁爸爸就是要互你哦，较有营养的，生落较粗养一点啊。大汉以后有出团啊。不过你今仔日的表现实在足坏的啊！你连你的小弟拢无在了保护，我听到到底，我真正足生气的啦！大哥阿姐，你莫遐尼啊激动。我无法度冷静啦，我是恁爸爸妈妈的好朋友，我会当疗伤的到，假使王明甲顾秋霞今仔日佫活掉的，为着彬彬的代志，伊会跪落来求你的。秀秀的阿公，婉婉的妈妈，你的爸母，还有佩佩爸母，因拢对你遐尼啊好啊，因拢是真心伫咧对待恁。恁是亲兄弟姊妹啊呢，啊哪会颠倒做伙是这尼啊冷淡嘛？哎，恁妈妈过身的时阵，留落来迄个录音带是安怎讲的啊？啊！恁几个兄妹啊，虽然是分开咧大，也毋过伊爱恁的心一定爱永远连做伙啊！佮叫每一个是大人，互恁兄妹啊家己每一年都爱见面一摆，敢讲你拢袂记啊？上，唉，秋霞遮尔用心。恐惊白了工啊！大哥阿姐，我无放袂记你。我毋是无想要救彬彬，我即马心内嘛咧暗算，要安怎才会当救伊。好啊好啊，时间无早，东东你紧转去啦，明仔载阁要开庭呢。阿罗甲即马还阁找无，实在是叫要急死。是 David， 以后我真正袂爱阁睬伊啊。明仔载过去，代志就好办啦。哎，是，董事长放心啦，绝对袂有啥物重大的。水，我要啉水。阿老啦，你有想要啉无？想，拜托你，给我水，水。会用的啊！你先讲，你敢有要答应董事长的条件？你看卖咧，这是饼哦。哼，你要食无？真香哦！你要答应，即马马上等去宜兰，永远莫阁出现，我就马上互你饼食，也阁水啉。
阿老，你这是何苦咧？你敬酒唔才食罚酒啊！董事长啊，卖插伊啦，看油材条当偌久啊！要安怎呢？门叫因锁起来啊！东东昨晚嘛，好惨像无困好呢。可能是为着办案的代志咧伤脑筋啊。妈，你等去食早顿啦。你哪较早哈？我想要较早坐车，较免遐尼客。东东啊，你是毋是今仔日开庭？哎，敢是顶摆牵连着家用迄件案件？是啊，家用到要去啊？唔免啦，伊的部分已经无起诉啊，万一吼，袂有变化啦。妈，这你放心。爸，我先来去哈，再见。再见。你妈，你是？你袂记住啊？我是秀秀的小弟，我叫东东。你看卖咧，咱遮侪年无见面，你拢已经遮大汉啦。你搁伫咧平假？对，我已经结婚啦，我甲爸爸妈妈拢接来台北啊。伫咧倒做事？台北的电影法院。对啦，我好亲像听秀秀讲过。阿妈，你要去倒位？我是毋是要去看林大哥？今日是景祥的生日，我甲伊送一寡伊爱食的。东东，莫甲你阿姊讲，伊想无用啊啦。再见哈。喂，牛阿公，搞早？东东啊，恁大姊哦透早就出去啊啦。伊无讲是毋是去学校呢？好啦，有闲吼，你才阁过来，咱开讲者。好，再见啊！再见。妈，你人无爽快，何必阁走来呢？我也无安怎啊，你看，妈看起来毋是真好。秀秀拢甲我讲啊。伊什么时阵来啊？你透早就来啊？伊阁会记得你的生日，甲你炸物件来哦。迄个心意比礼物较重要。妈，你甲输袂掉。
搬厝哪会唔甲伊讲地址？伊每工拢咧等你的电话，是毋是你无介意啊？我介意，我比啥物人搁较介意。这几年，我的生活好佳在有伊，尤其是你爸爸过身的时阵，我规个人根本袂堪你。遐个代志完全拢是伊发落的，亲像伊遮尔好的查某囡仔，若毋是因为你咧坐家，我才毋甘伊嫁互别人。秀秀的婚事取消啊！真实的哦，伊有讲是为虾米无？为着因小弟啊！你无应该来这种所在。出去，这是阮家，你唔听我的话，我就甲你吼出去。阿姐，免惊，狗囡仔，你唔惊我就拍互你惊。我也唔惊。冰冰，15年前，迄个时阵你才3岁，你什么代志拢唔捌。妈妈因为破病的关系，所以甲咱5个姐弟啊分互别人。头一个互人抱走的，就是你。妈虽然表面足坚强的，也毋过伊的心肝内是真痛苦。伊捌一个人匿在阿公的房间内，哭甲足伤心的。因为咱拢是伊身上的一块肉，而且拢是好肉，毋是烂肉。天下间的爸母，拢爱家己的囝儿4岁。你敢知影？迄个时阵的妈，为啥会要忍着这么大的痛苦、甲伤心，甲咱送走？迄是因为伊得到绝症，无法度搁照顾咱啊。伊惊咱5个得袂到好的教育，将来大汉啊危害社会。伊希望伊身上这5块好肉，莫有任何一块会变做烂肉。你已经大汉啊，应该捌代志啊。妈妈的威严，敢讲你还阁无了解是？妈妈将威严留予我，叫我爱照顾你。希望咱每一个人，拢会当像天边上光的天星，闪闪烁烁。冰冰。你敢阁要叫我一声大姐？大姐，妈予你的破脸，你敢阁要挂？要。大姐足欢喜的，我希望你唔通袂记妈妈的心，就是咱的故乡。是啊，我知影啦，下晡2点，第3场，好，多谢啊。吴斌甲我提醒，下晡2点要开场啦。董事长啊，我看你也是较细腻的。免惊伊啊，即马阿龙是我的手头，我袂白说啦。是，你要特别注意哦。
把阿乐顾好，过了今日下晡，咱才想办法来处理阿乐。董事长，你放心啦，我即马随来顾好。既安尼规定，卡住阿乐，伊若袂赴出庭作证，安尼一切拢去了了啊！臭 David，死 David， 开庭的时间就要到啊，到即马都无消息，要互我气死！臭 David， 死 David， 你是咧创啥？歪歪，我是大兄啦。啊 David 还是无消息咯？我打电话去因厝里，因妈讲伊昨昏出去，到即马拢还袂转来。煞煞去啦，我看是无希望啊。好你一条生路你唔行，只好踮遮受罪啊！真可惜啊！本来是水水的一缕花，啊，即马煞要冷去啊！你紧坐车，赶去法院。我腰到无困难啊！你先忍耐一下啦，等开庭若煞吼，我好好请你食一顿牛排。乖乖，我刚才想要吃卤肉饭。好，你若爱食啥，你就食啥，较紧去啦，哈。起立，坐下。被告吴大生，伫遮。吴大生，检察官起诉你，因为劫无过失致人于死，你有承认无？我无要承认，是啥物人看到啊？有啥物证人？请证人带阿乐出庭。喂，我是 David。喂，我是 David 啦，我要找弯弯。David， 你是死去倒？2点开庭的时间已经过啊！你这么卡来有啥物路用？无证据嘛无证人，你叫我要哪承认啊？是的吼，歹势。张建忠讲的话不足采信。既然无证人，会当证明讲是我甲涂阿勇杀落去的，哪会当随便讲我有罪呢？
错咯，你甲当日伫工地看到所有情形，搁讲一摆。啥样的？张建忠工地命案，经过蔡阿鲁的指证，确实是胡大生因为私人的恩怨，将阿雄杀入去营界地鼠。张建忠稳情不保，又搁利用乌平、乌西公务员的家属，又搁将蔡阿鲁抓去藏起来，意图干扰审判。事情已经明白啊，全部有关嫌犯受押，定期宣判。婉婉，婉婉，婉婉，婉婉出去呀！伊敢有等到 David 的电话哈？婉婉讲，伊是过2点才下来的。婉婉足生气的，尾仔都挂电话啊。安尼有找到阿老无，拢唔知是？啊，婉婉连问都无共问，迄要哪会知影啦？这个 David 吼真害呢，我看一定是无救到阿老。喂，啊，东东哦，阿老有出庭作证无？有，伊拄仔好赶来。那 David 因爸爸教皇收押哈？高宝啊，哦，阿乐咧？已经走啊，我叫伊搁转去周阿姨遐做工课。因敢会讲？袂啦，周阿姨，你做你放心啦。张建忠伫高宝期间，伊唔敢乱来。啊，安尼就好。我小等过来去看阿乐。好啊，伊即摆身体真虚弱，爱麻烦周阿姨加甲照顾。啊，对啦，周阿姨，婉婉到伫咧？出去啊啦！伊等无 David 的电话，生气出去呀。哦，等伊转来吼，麻烦周阿姨甲讲，叫伊莫遐搞使性地啦。David 即摆吼，甲我斗相共真多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医生，检验的结果安怎？哈，已经出来几落工啊，你哋拢无来。我最近有较无闲啦。哈，一切拢真正常。多谢哈。以后爱特别注意，工课袂用去伤无闲，人嘛袂用去伤忝哦。爱注意恁太太的经济，收运的时间爱算好清楚啊。东东，大姊，你来早来遮？我是来病医查紧上因兜的新地址。哦，因搬厝啊？厝卖啊，嘛搬走啊。日南因唔肯甲我讲。安尼你来走来遮查咧？日南都是来这间病院看病啊。啊你咧，是毋是都有啥物无爽快？无啦，我拄则摕了检验单，足正常啊。大姊，结婚几多年啊，一直拢袂当满足爸爸甲妈妈因的愿望，我心肝内真艰苦。我家己检讨，我了做是家己的身体有问题，所以我就走来检查一下。东东，虽然已经5月几落摆啊，也毋过我是爱提醒你，你一定爱劝家用，较早生囡仔咧，而且爱连续生2个，一个是偏家的。一个是咱王家的，即马偏偏阁出代志，将来到底会变做什么款，也阁唔知影。
让王家一切希望，拢毋望在你的身上啊！我知影。假使王家，在咱之前着断香火，咱是要安怎对得起过身的爸爸妈妈嘞？妈，东东就是你，妈，妈，妈，东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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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上袂放心的就是你。你要到什么时阵，才互妈变我为你烦恼？妈，东东，甲你饲这么大汉，你从来毋捌想过爸爸妈妈有偌尔艰苦。东东啊，东东，东东，东东，妈，什么代志？家勇打电话来啊，紧去听。喂，加油！什么代志？好，好，再见。妈，家勇的一个同事厝内面临时发生紧急的代志，叫家勇替大家安排的，所以家勇袂当等下煮暗顿啊。哦，好啊。东东啊，你是咧找啥？家勇讲早起洗碗的时阵，把手机摕落来，袂记摕走。哦，我收起来啦。哎，东东，你去劝家勇，莫搁去上班啦。对啊，咱美拢迄个纸线厂哦，生意阁袂歹，根本唔要出外口趁钱嘛，伊哪都遐尔操劳啊！恁爸爸的意思是希望你甲家用留伫咧厝里，好好准备生囡仔。东东啊，你唔好袂记哦，你经家头是上平大哦。爸妈一日到晚忙，你会当生囡仔？我无啊，我无啊，我就是无爱生啦。自从你出世到今嘛，大哥啊，这敢捌甲你拍过？大哥啊，这连对你较歹一点嘛，都感觉真唔甘呢。你知影无？以后不准阁啉酒啊，有听的无？听到啊。